心想事成第30條法則，反覆朗讀願望的簡單文句，將願望簡化成簡單嘅文句，然後好似唱歌咁反覆咁朗誦。博多望係法國盧梭研究所嘅教授，同時亦都係紐南希治療所嘅所長。佢係一位好優秀嘅心理治療醫生，而佢所創造嘅博多望法就係根本標題而嚟嘅。佢認為想要將願望輸入潛意識嘅最好方法係必須將顯意識降低到最低嘅限度，類似睡眠嘅狀態，然後不斷反覆朗誦自己嘅願望。不過呢個時候必須依照博多望法嘅特色，將願望簡化成簡單又容易記住嘅文句，然後好似唱搖籃曲咁，一片又一片咁反覆讀出嚟。實際上咁樣做嘅成果係好優異嘅。幾年前喺洛杉磯有一位年輕嘅女性，佢嘅丈夫去世啦，為咗承繼遺產，佢捲入咗一件激烈又令人哋唔愉快嘅訴訟事件。本來佢嘅丈夫將所有嘅財產都留俾佢，但係丈夫前妻嘅仔女提出咗遺囑無效嘅訴訟，而且形勢對佢相當不利。於是佢依照博多望法，坐喺寬大靠背嘅凳上邊，盡量放鬆身體，等自己進入朦朧狀態嘅時候，將自己嘅願望略簡成2句說話，然後好似唱搖籃曲咁反覆咁唱出嚟。佢嘅祈念詞係依照大自然嘅秩序，呢件事情已經結束啦。佢每日嘅晚上都持續進行。大約10日之後，有一個晚上，佢嘅心目中突然湧起一陣平和嘅感覺，同時全身充滿一種寂靜感，然後就瞓着咗。第2日嘅早上，佢心中產生咗一個信念，認為呢件事已經結束啦。當日佢嘅律師打電話俾佢，表示對方有意同佢和解，結果雙方就撤回咗訴訟。呢個事實表示，無限嘅智性透過佢嘅潛意識，根據調和嘅原則，為佢帶來咗和平解決嘅方法。圓夢小語，我不斷重複輸入正面嘅指令。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記得返嚟留言俾我，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